可以咁親近維多利亞港，你會有啲咩感覺呢？今日 P 同大家嚟參觀炮台山一個4房嘅豪宅項目。維多利亞港真係大個字眼，你冇話請過女人，你係可以同佢共同嘅接觸咧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單位嘅4房，單位實用1270尺，主人房嘅間隔安放雙人床之後，都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，而且每一日嘅朝頭早同夜晚都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而主人浴室嘅部分，除咗浴缸嘅設計之外，旁邊仲有淋浴間，而另一間睡房係長方形嘅間隔，亦都方便返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旁邊係浴室，間隔寬敞之餘，同樣都係浴缸嘅設計。而長方形嘅客飯廳，亦都方便返家私咁靈活咁擺位。而單位亦都有充足嘅自然光線。以露台嘅位置，同樣都可以包攬到維多利亞港。而廚房嘅部分係單排嘅設計，而廚具組合係用返歐洲嘅名牌子。而工人房嘅部分係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嚟到走廊嘅部分，首先係會通往洗手間，同樣都係寬敞嘅間隔。之後就嚟到另外嗰2間睡房。好啦，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有冇意見，歡迎隨時留言畀我啦。拜拜。